你有冇諗過500零萬可以喺市區買到一間1房1廳，連埋一個超級大平台嘅單位呢？呢度嚟到長沙灣行過嚟1至2分鐘嘅啫。咁呢個單位呢，就連埋一個大平台，仲要望住一個泳池景，咁實用面積279尺。咁依家同大家睇下呢個銳豐嘅單位。好，Let's go，同大家睇下呢個平台先。咁可以見到呢個平台呢，咁大個，如果你有3、5知己呢，嚟到呢一個單位呢，都仲可以呢，大概10個8個朋友一齊嚟到呢度呢係聚會。咁呢個單位位處於低層，咁但係呢，我哋見到個 view 呢都唔差㗎喎，因為呢，佢係見到返銳豐嘅呢一個呢超大嘅泳池景觀。好，咁我哋睇完呢個咁靚嘅平台之後呢，咁入返嚟到單位呢度啦。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呢個銳豐嘅裝修設計，非常之美觀。咁亦都呢睇返呢個房呢，係足足可以放到雙人床同埋一個大衣櫃㗎。咁我哋睇一睇廁所嘅設計。咁仲有做返一個咧開放式廚房，係啦，咁啊包埋雪櫃、洗衣機。咁咧喺我哋見到呢個開放式廚房前面咧，仲有一個咧係吧台。咁如果有朋友嚟到喺露台外邊，即係聚會，亦都可以入到嚟咧室內咧都可以咧一齊喺度咧飲嘢同埋談天㗎。好，咁呢一個單位咧，仲連帶埋咧智能家居嘅功能。咁當你離開呢一個單位嘅時候，撳個掣咧，就可以刪晒所有嘢噶啦。咁長沙灣銳豐咧，會所分佈喺3樓同36樓。咁室內外嘅總面積超過9000幾平方尺。咁提供多元化嘅動靜態設施，包括水上樂園啊、親子空間、天際健身室，同埋上天 K 房等等。咁物業咧分為東西翼嘅。